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一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些美國總統嘅當選人川普，讓印尼總統蔡英文通天發後續效應。同我做視頻嘅老朋友來自中國師範大學台陸研究中心嘅范學平范主任，范主任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各位大家小看南這個來賓，你非常嘅難得邀請到強人來自新竹嘅鄉親，現任昆山科技大學嘅副教務長范順波，范副教務長，老師好。主持人好，范教授好，以及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希望兩位教授都有節目現場。那范教授，當難得就邀請到為講兩位強人回流下嘅來賓，我先強調一下，兩通天法引起很多嘅關注。原因是講啊，之前馬習會、馬英九、習近平見面。係你對外關係當從就一個轉變，兩通天法加大的，從因唔係書本馬習會，你這個從事嘅觀察，你對外關係、國際關係，你有辦看待兩通天法？一啲人講好咧嗬，台灣啊，從1850年開始，1850年開始，台灣是差不多躍上國際舞台，躍上國際舞台係乜嘅意思呢？該東西啊，美國、英國、德國。佢哋全部上來是台灣，佢哋有時想賣台灣，有時想佔領台灣哦。所以台灣到該東西差不多是躍上國際咧。是。見到1895變到日本哦，一直到台灣實體。日本到台灣實體以後，到底下差不多122年。是。啊，122年，120年過來，一直是有被日本影響，被美國影響，都被中國影響。錯。該122年來，按看起來。其實台灣到中國的關係啊，其實越來越淡，越來越淡。是，差不多是像一張離婚迄個什麼樣啦？哦，台灣到中國冇乜關係。見到馬習會、馬英九上台執政開始，記得由那台灣來過來，來到那中國，變況下。啊，禮拜四講，一到那川普通話，蔡英文那川普通話，是才講是從一個轉移到120年前該東西的樣子，台灣再度躍上國際舞台，所以該對台灣動喉，跟接下來發展為擁伴、動簡單。蔡英文不只跟川普對話，跟那歐洲各個國家對話，跟那其他友好又不管是民主的啊，不管是人權的國家，一走在那幾個對話，哦，該慢慢的把台灣重新拉回國際舞台，往那起頭開始動喉一直發展。所以搞叫動正面拼嘎兩件事情。那我們看到褒多於貶啊，連我們看到以前幾個前的外長啦，或是說幾個長時間關注這個事件發展的這個老師們，可是我們也不得不這樣講，我們看到台美的對話，它影響的當然不是這兩個國家而已。另一方中國，我們稍微比較意外的是，中國對於這次談話，除了我聽到王毅講的小動作說之外，其實是比預期的人很多，平淡很多。那我們就在想，是這個威力震懾到中國頭暈了，不曉得怎麼回應，還是中國內部仍在醞釀，怎麼樣做出反擊？我想哈，這個中國的確它的反應非常非常有限。正如主持人所談的，除了王毅講話之外，沒有什麼太多的發言。我覺得中國的確是嚇到了啊，很意外，很 surprise 啊，因為不只是中國啦，我想世界各國，包含美國的主流媒體都覺得很意外。那我覺得中國為什麼它的反應這麼有限呢？當然，第一個，你看這個王毅講話幾乎沒有提到川普兩個字，是啊，那他也不敢批評川普啊，因為川普現在對中國大陸來講是一個不可預測的一個人物啊，是對世界都是，都是對。如果他今天批評了川普，那川普搞不好坐飛機都跑到台北來了，都有可能啊，因為他現在只是一個一般的民間人士而已啊。那我想這個東西對習近平來講就更難堪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大陸沒有對他有任何的批評，而且中共也發覺川普身邊的這些幕僚，你看不管是 CIA 的局長也好。國家安全顧問也好，或他的這個白宮的幕僚長也好，或他的國防部長也好，都是非常第一個強硬派，極度強硬派，而且是非常右派，而且是所謂共和黨的建制派，所以實在是不好惹。我們現在看到全世界都是出現強人政治，習近平強不強？強啊！這個金正恩強不強？強。菲律賓總統杜特地強不強？也強。俄羅斯總統普丁也強。是。現在出現一個更強的，叫習近平，那個川普更強。所以他一強之後，其他的都不強了。你看這個
川普说啊，我要跟那个川普说，我欣赏这个普丁说我也欣赏川普，对不对啊？所以说好，那这个杜特地也说，我本来不跟奥巴马互动的，我现在要跟川普互动。所以川普现在你看这些强人啊，每个都该要跟川普可以说是不能说卑躬屈膝。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愿意跟他互动了。那习近平，我想他们也是应该是下一个，因为不管怎么样，虽然美国跟中国来讲，中国这几年20-30年来的国力大幅提升，但不管怎么样，综合国力它还是远远不如美国的。当然，不要讲国防实力了。所以我想，特别这个习近平他也很清楚，他现在是要跟川普建立好关系。那川普也做了某种善意的回应，包含他新任命的驻华大使，我们叫布兰斯塔德，他是跟习近平认识超过30年。习近平在第一个工作啊，他从这个国防部耿飚的秘书啊，这个中央军委会办公厅耿飚办公厅主任的秘书，那时候是习近平第一个工作，从清华大学毕业。然后他第一个到地方工作就是河北省的正定县的书记。是那个时候他就到了美国，第一次去访问的时候就跟当时塔德就认识了。所以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深厚。所以我觉得川普很厉害，是玩两手策略。第一个，我用跟这个小英的见面通话了，对，来震慑这个中共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释出了橄榄枝，是，所以我觉得这叫做核战两手策略。来，动圣旗的事情哈，刚才范教授讲到这个东西让世界都意外，可是我们观察一个这个后续的媒体报道，电都会美国人媒体啊，反正比中国还难见电。你是唔了解美国到底咩物噶？因为美国讲。媒体是批评讲，因为压到中国因为川普忙做总统，唔了解美中台三边的关系，讲川普冇咁清楚，所以做乜嘅之前美国讲市场引擎的问题，美国讲香港的问题，讲其他引擎问题，唔是讲压到中国，是为咗讲到台湾时间，所以讲唔压到中国。开始安永讲啊哈，呢摆美国的媒体啊，佢全部讲希拉里当选，全部安永讲，结果希拉里输睇啦。川普上任第一件事情是弄美国媒体很多人骂，你都厉害很多人骂美国媒体所以美国媒体修理川普该非常普遍该也可以预见未来的4年一直修理该美国媒体的问题，因为佢唔啲该下辈的美国人民永半熊，所以你看该有一节目叫郝一博叫做老外看台湾，去访问川普大楼某辈该的美国人嘛叫起了动喉美国一般民众起头讲该川普弄蔡英文讲话动喉台湾是个可爱的国家，台湾是个很和善的国家那个美国可以帮助台湾台湾应该自己可能从中国切割出来所以美国的因佢嘅想法弄美国的媒体冇可能用美国的媒体佢講係喂，台灣有啲媒體是弄佢哪裏用咋來嚇呢度台灣人西中南用會發生該種嘅事情所以呢度其實有啲講美國的主流媒體冇一定做得準確的傳達美國人民的想法，所以該係兩種不同的階層對，所以你呢度談到講美國媒體來罵，我其實該係動普遍的事情該冇乜嘅，因為川普當然罵佢哋我們講這兩方之外，我們也不要忘了，川普依舊是一個當選人，他還沒有就任總統。那就現在的身份，我們就把它看成是一個 businessman， 他就是一個商人嘛。那對他而言，他接受這一通電話，這勢必不是一個就是臨時起意的動作。他接受這段運籌帷幄這些事情，他的動機會是什麼？我想他動機最主要還是這個向中共表達一個態度。就是，但老師，這個我們很難理解。說，就一個好了，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美國當然是崇尚民主。可是為了台灣得罪中國，這就一個商人而言，他再怎麼衡量，我相信這個天平勢必是倒向另一邊的。我想川普的確是個商人，他做任何事情，你可以看出來都是商業行為。包括你看他上台之後到目前為止。他每天他都透過他的 Twitter 在發文，他 Twitter 已經是全世界大家都關注的地方。是。另外一個，現在全世界的新聞焦點在哪裡？就是每天的川普大樓，誰進去誰出來。是。就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marketing 的一個策略。你看他幾乎每2天就有一個新政策，例如說前陣子開了冷氣，他家本來要移出去，他就讓你留下來。對。你看那個日本的那個 SoftBank 孫正義，他跟他見面做要提供5萬個這個工作機會。是。這個讓什麼？讓美國民眾覺得哇，川普上台之後，你看這個廠商不外移了，有新的
就业机会来了，这个对民众来讲是一种振奋人心嘛。那我们知道，经济学其实就是心理学，是大家对美国的经济开始有信心。你看现在热钱一直往美国进去，所以说川普可能经济真的会好起来，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布局的。同样的，他为什么拿台湾来做这样一个测试？第一个，你看台湾真的，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川普啊。这个广告效益多大？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都说，哎，你们台湾自己在嗨，不是的，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那我看越来越多台湾人，越来越多美国人会知道，台湾不是 Thailand 对啊，对，过去把台湾跟 Thailand 搞混，这样不会搞混的。而且我们不是 leader 了，我们是 president，对，还是 president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那川普为什么拿台湾？当然他有他的想法，因为他要拿什么来跟中共展现出我在亚太地区我还是领导人。虽然他选举的时候说啊，我要从韩国、从日本撤军，但是他现在是做180度的发夹弯。是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说他身边的人都是可以说是极右派，特别是他目前的这个白宫的幕僚长福伯斯，对，他是最亲台的，他也非常了解中国。那我要怎么让中国知道呢？你可以拿日本来做例子，你也可以拿韩国来做例子。开始他觉得那个冲击性不够，拿什么？拿台湾。我拿台湾出来，因为中共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问题关系当中最敏感、最重要的议题。所以我就拿台湾让你觉得痛。果然中共觉得痛了，就打到痛点，然后告诉你说，不要以为我将来在亚太当中没有角色。而且他要告诉中国一句话，就是说我今天川普我要见谁，我要接谁的电话，不是你北京说了算。我有我自己的想法。OK， 老师，当大家话社會件事情吼，像係美國啦、中國都個行起啊，呢係乜嘅？呢係本嘢行嘅，該普起。另一件事情，人家看到之前人家的候選人時節，林富一方記得了寫信喺度，人家華盛頓郵報講另一件事情，咁我將台灣轉做起而行，你有冇看了點？台灣既然係起啊，冇辦法，既然係起啊，吼，是講你起啊，營養辦本應行。I 講美國嘅外交政策，基美國外交政策基於在利益導向，基於上隻腳度該，基於經濟利益，基於安全利益，基於美國嘅民主價值、人權。所以佢樣講基對西藏人權問題，其實用該美國嘅價值問題去修理中規嘛，吼。經濟問題呢？其實那中國又動大貿易赤字往來，哦，所以3不5時去講，你們中國在那邊操縱這個外匯，啊，有冇經濟問題，好人權問題、價值問題，還有一張是安全問題，安全問題也嘛個，像去敘利亞去起頭有安全的危機，一直排兵器嘛，什麼伊拉克、阿富汗，所以美國嘅利益啊，基挺上隻腳度該，上腳來，上腳來，基就係到亞太，基挺有一副代言人，基挺有一隻旗子，美國喺度推翻。干免走嘅旗子，日本咪係旗子啊，韓國咪係旗子啊，韓國南韓走旗子打內姆北韓啊，大概英雄嘅旗子，呢度走大國之間啊，難為小，是本身是東南走，所以步步為營哦，本身是國際局勢本身是險峻嘅，國際局勢咩講？哦，你坐沙發是 potato， 按強送，我按強送啊，國際局勢本身是險峻嘅，本身小國家是不應走旗子，你用辦弄這個旗子。一定會自家會行，弄去表達一啲外碼嘅東西，這最重要。OK， 好，我們上半場有限時間，副總監談兩個教授按詳細分析，下半場持續嚟討論稍後咧，你嘅關注點係乜嘅？尤其係台美關係，頭擺講係3隻公佈，還有一隻 TIA，因為稍後咧會出現變化，先聊一下，啱住轉來。哎，老師，我們就下半場從昨天大家轉到討論的現場，來，范老師，我特別想要這個往時間回推1個禮拜多，因為上個禮拜我們談到這個兩岸關係的時候，剛好周志懷他講了一段話，他講說其實不是這麼堅持一定要9·2共識，也不排除9·2共識以外的可能性。那當時我們都覺得說，哎，這是在示好，伸出橄欖枝。如今這樣的發展，反而就有一點好像，哎，這個橄欖枝我們不但沒接受，還把它丟到一旁。我想不會啦，我想不會。其實周志懷講法當然是一個善意啊，就是說沒有9·2共識，但是可以體現一個中國原則。我舉例來講，蔡英文總統在就職的時候，他提到很多東西。第一個，中華民國憲法是中華民國憲法，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中國憲，一個中國意涵的憲法，對不對？啊，那另外呢，他一直強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好像是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表示
不是一国两区的概念啊，不是2个国家的概念。那这个当然就以某种程度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啊。我觉得这个周志怀讲的话，其实在找台阶下。就你讲的东西，虽然你没有讲9二共识，因为2个在跟嘛，结果想不到，蔡英文可以跟这么久，我只好自己先下来。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我说我那时候评论蔡英文的总统就职演说，我说他什么都没讲，但什么也都说了。比如说他没有说一个中国，他也没有说9二共识，可是基本上他用其他方式来代替，那就看你北京买不买账啊。我们看现在很奇怪，那个为什么北京会比较会比较这个好像有点松动，特别是我认为川普跟蔡英文讲完话之后，我觉得北京会释出更多的橄榄枝。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台湾内部，川普讲完话之后，谁的这个声音最大？独派，都还说，哎呀，这个川普挺我们啦，可以改国民啦，对不对？啊，问题是，请问一下，如果独派越强的时候，大陆的鹰派是不是越强？是。大陆现在有很多鹰派说，哎呀，要打台湾那什么？习近平现在有可能打台湾吗？不可能嘛。他现在最重要的是明年19大的人事布局跟权力稳固。加上川普这么强势的挺台湾，他如果真的对台动武的话，那不只是打台湾，还可能打的是美国跟日本。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蔡英文帮他稳住独派。所以这个时候，蔡英文到目前为止至少没有找麻烦。是，那这个应该是习近平他最需要的。所以应该明年两岸关系会有春暖花开的机会。OK， 教授有一件事情吼，大家都看了这发展些流动人物经济讲，你係咪錢買來嘅？好，你再通兩通天吧，係實力幾多錢就有辦法脱斷，因為你一上係外交動態突破嘛。因為尤其你係學共強關係，你係一隻當極致嘅共強關係嘅創造，國家與國家之間。你實際上一件事情哦，就算係錢啊，幾多錢都買唔到，按到嘅媒體報道，按照咁講，因為你啲媒體係自然嘅報道，咩你買來。問題係講，係咪就錢之外，你看唔到啥效率而付出嘅代價？我這樣講哈。外交該這種東西啊，你本身是用錢，所有國際外交全部用錢。哦，不管你援助該比較苦難的國家，該沒用錢啊。哦，你那該外交官收手，該沒用錢啊。哦，所以本身外交是有發錢的東西，哦，該是一個前提啦哈。哦，總類來講，一個200-300年、300-400年的國際政治的發展啊，全部講嘛，比講現實主義，嘛個現實主義比馬上係拳頭台嘛，拳頭台就已經講位嘛，所以200-300年、300-400年全部講。拳頭講全部講現實主義，可是喺度唔記得1918年是個密規的威爾遜，佢14點原則，佢咪好像理想主義哦，用傳出來嘛，什麼國際政治發展到今天啊，慢慢的又回到100年前的乜嘅理想主義，又得講乜嘅講人權，又得講嘛講正義，哦哈佛咪都係講正義講動動嘛，什麼，所以你講人權講正義該這種事情，敘利亞苦難。內戰500萬人離開國家，全世界只幫助他呀，接收各種難民啊，所以國際政治唔係只是單一的聚焦講現實主義比拳頭，唔係，既有人道主義，既有人權，既有正義都該啊。所以特別講美國也給外交政策3個角價值，頭先該講嘅開始價值，一隻安全，還有一隻經濟，佢用哪隻腳定義唔啲啊，哦佢。范時講，今日中國有來操縱匯率，這種經濟停啊，什麼？你起到你中國動麻煩，佢使用西藏，該乜個一啲講吐蕃啦，故意下，故意下係啊，做咧安全啊，我是弄日本，我是來南海航啊，故意下肯用辦，所以叫上隻腳嚟踢，肯定用辦踢，啊，所以國際政治唔係講單一嘅現實主義。哦，你剛才講一個東西，我剛才本來想要接着問，很好玩，就你講說安撫獨派這件事情。你看這個事件發生之後，電話通了，先出來的是川普，他透過 Twitter 把2篇文章這個引起媒體這麼高度的關注。蔡總統反而很慢到大前天才回應這個事情，而且總統的回應當時大家聽得很清楚，這一通電話並不代表美國接下來的外交政策會出現轉變。哇，這有一點像是我們這樣大家一起往前衝。他把我們稍微拉回來一下，然後確實就引起獨派的不滿，因為明明川普都講了 President of Taiwan，你自己為什麼有一點澆自己冷水？老師，這是有什麼考量？我覺得蔡總統啊，他的確，我覺得他在國際事務方面，但是他過去長期擔任國際談判，是也擔任過陸委會主委，所以我覺得他對中共政權其實我理解啊，他其實是相當深入的了解啊。
那所以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他的外交是得分，但是他也不想因为这样而刺激中共啊，所以他非常的谨慎啊。那我觉得啦，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是，我常讲，共产党只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现在台湾哪一个人，虽然蔡英文的民调下降，但不管怎么样，民进党是行政立法几乎全拿，党政军一把抓啊。府院党一把抓是啊，那更不要讲中央跟地方执政县市一把抓，然后现在又有川普加持，所以中共很现实。你今天蔡英文，你有这么样的 power， 我不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谁打交道？所以我觉得未来来讲，就是说，当独派，我刚刚讲过，当他的声势越涨，其实习近平为什么他要让宋楚瑜去参加 APEC？但他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我觉得不能，当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俩是有见面。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多的学者说宋楚瑜去不了，甚至在宋楚瑜要开记者会要去的前一天，我跟一个所谓的蓝营的学者，他还跟我讲说宋楚瑜去不了。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理解是习近平拍板定案的，因为国台办当时也动用很多的这些大陆的学者、赤台学者说什么倪永杰什么说去不了，大陆的国台办也说去不了。因为他们认为宋楚瑜似乎已经跟蔡英文绑在一起了，因为从这次总统选举看起来，两个人合作无间，虽然都是候选人，但合作无间，对，所以人家说橘子变绿了嘛，是。可是为什么还是让宋楚瑜去？我了解是习近平亲自拍板定案，而且习近平跟宋办这边有直接的沟通管道。是。那为什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蔡英文因为很早就抛出了宋楚瑜，如果宋楚瑜去不了，那独派已经讲说你蔡英文对大陆的这个善意一点用都没有啊，是，我们就要跟他硬啊，跟他拼啊。那我问你，那两岸关系是不是更加的紧张？这个对习近平我刚刚讲过是不利的嘛，就他希望两岸稳定嘛，所以他让宋楚瑜去，因为我们知道秘鲁跟中共关系是非常密切，更不要讲秘鲁的总统还到北京去访问，那王毅还为了这个去了秘鲁一趟，所以我认为双方面都达成了某种协议，就是让宋楚瑜去。所以如果他愿意让宋楚瑜去，表示习近平不想所谓的两岸地动山摇嘛，他要想摇早就摇了，不会拖到现在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对两岸关系好，现在谁可以稳定台湾的情势，我想也只有蔡英文。所以接下来我不认为习近平会继续让两岸关系一直就是维持这样一个冷淡的状态。为什么？到19大的时候，到20大的时候，他要交班的时候，他两岸关系如果成果是一张白纸，除了太阳花学运之外就没有任何成果的，那我想还怎么去对历史交代？所以有些人讲说接下来恐怕真的梵蒂冈要成真了，然后南美开始要离开我们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可能。这个时候还不用。我觉得不可能。你想想看，如果他今天跟梵蒂冈建交，他把我们的中国大陆有没有能力跟梵蒂冈建交？当然有能力。他把我们20个邦交国全挖光都没问题，他有这个能力。他如果请洪荒之力，绝对是没问题。是。可是挖完之后呢？请问你中华民国4个字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那我们现在有台湾。对，那叫台独啦。对不对？所以说到后来，如果是台独的话，问你，那是你中共你制造出来的台独，那你要对台动武吗？你现在中共的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你造成的，是你这样对台动武，请问一下有合法性吗？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现在是实力原则。抱歉，如果是实力原则，但克里米亚问题为什么？对，早就俄罗斯早就。台湾是一个虽然全世界就22个国家承认我们，可是我们在国际上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政体。那你中共台湾如果没有挑衅，我也没台独，你对台动武，中共不是 ISS 他现在是负责任大国啊，他让世界各国都你要说，哎，这个美国打这个伊拉克。也是理由，也是编了一个理由。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美国还要编一个理由说，宾拉登跟他是合伙，而且他打伊拉克是经过联合国同意的。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共打台湾不是那么简单。中共不是以前毛泽东时代说打就打。OK， 所以我觉得他是需要蔡英文稳定两岸关系。好，假设这一面我们不用担心，刚刚强调一问题，两通天法对印尼外交实际的理解，都在做咧期待到乜嘅冲突。大方讲，係咪最近？成为这位分析家讲，迄个到美国不是那个双向原则变做大使馆，也系讲，最近美国南北去朝鲜总之就提出台湾加入要下关，我想睇到吗？该可能做了行验、上行验，全部没发现啊，我该这种事情了哈。东南来讲哈，台湾人一直拄到2个骗子，台湾人碰到2个骗子，哪2个骗子？过去70年来，我们被2种行为骗。一早系嘛个，一早是中规。记到1970年开始啊，大白纸都全世界各个国家讲台湾是我的一部分，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讲。
所以记得1970年，跟到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然后别的国家签嘛个意向书，然后别的国家又嘛发生关系，发生外交关系，其实讲，你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1970年开始啊，其实当年安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开始在动明确的谎言嘛，因为叫我们讲，特别毛泽东讲台湾赶快独立，特别蒋介石讲台湾赶快独立，孙中山讲台湾赶快独立，叫我们讲该哦，什么？所以这个推翻已经拄到2个骗子，第一个是中国当年安弄全世界讲哦，所以推翻根本弄没关系。第二家骗子嘛啥？是一推翻一届警服啊，推翻一届警服用半便宜的，佢大白是讲推翻特白讲嘛，重返联合国，你记得吗？重返联合，全世界共挑嘞，还每家共挑嘞，共挑该种重返联合国，共挑该种直接用便宜啊，用卖便宜哦。联合国该种东西啊，重返啊，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重返，嘛，该种重返，据国际法定义啦。你比如讲，你也本身是联合国会员国，你走出去，你怎么走出去？你唔跳嘛，你走出去嘛，是吧？走出去以後，你係會很可能，可能，然後你就冇被行，哦，上來轉來咧，加很多重返，重返是意思是講，你係會很菜，很菜。咁中方面嘅幾樣咩？佢1971年就基本踢出去就佢會本人斬走啦，中國錯咧啊，錯咧你中方面嘅要埋重返，冇重返啊，所以做唔得重返，哦，台灣嘅政府係攞台灣人民講清楚。你也聯合國冇重返，你也加入東南、非東南哦，除非講中國因為佢有所謂的 veto power，安樣他可以否決。從因巴勒斯坦解放出去，佢唔係國家，佢都做變成共產黨，你係咪做涵蓋條路？呢個地位比巴勒斯坦還要高啊！呢個本身係國家啊，呢個本身係國家。佢做變成聯合國的共產黨，你用做唔得？聯合國呢個從我們程序問題。